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树。今天是2026年2月9号。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餐飲行業，聊一聊餐飲行業造假，聊一聊餐飲行業現在已經慘到什麼地步。今天聊的內容全部來自於南京新聞，還有一個是鳳凰網財經。這是媒體的報道。首先這個鳳凰網財經2月8號一個報道，叫排隊13小時吃魚，烤匠們的飢餓遊戲能玩多久？鳳凰網財經公司研究院，我們看一看什麼叫飢餓遊戲？說即便是最能忍耐的時刻，面對烤匠的火爆長隊，恐怕也要三思而行。近日，川渝烤魚品牌烤匠登陸上海，開店首日便因超長排隊引發熱議。據報道，現場排隊時長最高達13小時，次日全天取號超過6300桌，直到午夜0點後，仍有4000桌在等待。最晚的時刻等到凌晨5點才進店就餐。從這個報道來看你要說中式餐飲，你要說餐飲行業不行，這個顯然不符合。這麼火爆午夜0點以後還有4000桌在等待一派繁榮，一片火爆。但是一面呢又是中式餐飲在關門。南京新聞報道是2月8號，他說上海小南國多家門店突然停業，消費者年夜飯定金儲值卡退款難。此前白菜價甩賣核心業務。小南國大家知道吧？小南國可不一般人家是在港股吧，還是在新加坡？人家上市公司南京新聞2月8日訊說，去上海小南國吃年夜飯已經是不少上海家庭的慣例，但今年春節這個安排被打亂了。這家擁有超過30年歷史，曾於香港上市的本幫菜品牌正陷入一場突如其來的停業風波。南京新聞記者從多位消費者處了解到，2月初小南國位於上海的多家門店在毫無預告的情況下停業，已經支付的年夜飯定金和儲值卡餘額正陷入無處可退的尷尬局面。小南國怎麼了？小南國現在怎麼了？咱也暫且不提它只是中餐館的一個代表。那我們再看一看前一陣子在風口浪尖上的這個西貝的賈國龍。這個西貝的，如果他真的是經營正常好的話，他不至於羅永浩一個預制菜就把它搞成這樣。羅永浩那個預制菜它只是一個導火索，實際上呢這個賈國龍的西貝1/3的店是吧，還是100多家店要關門。我今天看媒體也很多媒體報道，這個深圳的什麼西貝都是強行撤場，就是從人家上場不辭而別。這個都說明中餐飲行業目前所處的一個環境，對吧？餐飲行業很難，這個恐怕是個共識。但是這個所謂的烤匠，一個烤魚居然排隊13個小時。我們看看這個鳳凰網財經怎麼說的就是我們要知道大背景是什麼，是中餐館一個個的不行了，苟延殘喘，上市的沒上市的都搞不下去。這邊居然排隊過了12點還有4000桌，驚人的排隊規模甚至催生了排隊黃牛，出現了明碼標價的購號交易。據稱黃牛日賺1000元，將熱度推向另一個維度。社交媒體上對這一現象的討論持續發酵，網友態度兩極，有人慶幸一看這人流，幸好沒去湊熱鬧，也有人直接質疑，都什麼時候了還搞這種炒作。其中也不乏冷靜的聲音，回憶起那些曾同樣風靡一時，最終卻悄然沉寂的網紅品牌，他們也曾有過開門即排隊、黃牛炒號、全網刷屏的高光時刻。如今同樣的劇本再次上演，烤匠能否超越網紅的周期，打破昙花一現的行業魔咒，將是其真正走向長久的關鍵考驗。鳳凰網財經說黃牛、跑腿員、網紅餐飲的排隊奇觀。說實話我不光是我估計正在看節目的你們恐怕也難以想象說排隊13小時吃烤魚，只有一種可能，那就是你這個排队是工作，那就好解釋了。如果僅僅是為了吃魚，你是個消費者，那確實沒法理解。下午4點52取的號，一直到12點半才入座，等位時長7小時。早上10點取的號，前面已經166桌，下午4點吃上的。在社交平台上，不少網友分享了在上海烤匠的等位經歷，動輒6小時的似乎已成常態。排隊時間長，俨然成為這家成都烤魚品
品牌北上後的標籤。無論是进軍北京還是上海，在其網絡宣傳中，排队始終是突出主題，排队时長、等位桌數、取號數量屢屢成為推文中的核心數据。例如2024年北京首店開業時，相關文章強調，儘管沒有推出任何折扣活動，其進店顧客還是從早上10點到夜間12點不間斷。而4個月後開業的北京第二店，宣傳報道中則號稱創下1小時取號450桌，全天取號1183桌的佳績，排隊等待平均時間為6.5小時。這次入駐上海，直到午夜0點後，仍有超4000桌在等待，排隊等位數據又創下新高。考匠北上，每一步都伴隨着令人稱奇的排隊數据，這背後甚至滋生了一條黃牛鏈。北京首店開業後，考匠一度因為一個號碼牌被黃牛炒作至300元登上全國熱搜。與此同時，門店還出現了消費者花16元找跑腿員前來代取號的現象。我覺得消費者只是肚子餓了，又不是腦子没了，他怎麼這麼侮辱消費者智商呢？這樣的火爆背後離不開系列營銷的助力。開業前，品牌通過社交媒體預熱、明星站台、消費者試吃等組合營銷進行造勢，使不吃火鍋就吃烤醬的廣告迅速傳播。同時，排隊本身也成為熱門話題，為品牌帶來流量。實際上，在我看來，這就都屬於互聯網營銷叫弄虛作假，制造焦慮。問題是你這個什麼海量供應，對吧？你這又不是什麼高科技產品，產能受限。互聯網營銷你得看对象，如果你是高科技產品，因為產能有限呢，对吧？那你說玩互聯網營銷還說得過去，你就吃個飯你還搞互聯網營銷，你奶茶這玩意拿東西勾兑居然還能排隊，這個就是弄虛作假。不過與此同時，市面上質疑聲始終不斷。此前有媒體實地探訪考匠其所在的北京某商場，保安形容說一到周末考匠門口都是人。在他的觀察中，一些顧客開始也不是奔着考匠來的，只是在逛商場時看到人多隨緣排排，但最終卻被漫長的等待架了上去。前期無法捨棄的付出讓他們決定堅持到底，這叫軸，對吧？一般人去一看前面排了多少人，他會問吧，估計多長時間能排到。如果說還有1個小時，那人家就算了，得換個地方了。你說還有半小時呢，人家等一等，在那刷刷手機反正在哪兒等都是等，對吧？你說1個小時，估計好多人就走了吧，不在那兒吃不行嗎？就要餓死嗎？而上述發帖分享消費體驗的網友，一位對考匠評價是：這條魚口味一般。比較讓我驚豔的是烤黑椒豬頸肉，其他餐品只能說精致，味道評價中等偏上。另一位則稱這是一家味道一般的精致網紅餐廳，主要功能就是提供情緒價值，但是一定不值得我排7.5小時。就味道而言，我是不会因为味道再去这家餐廳了。就生日氛圍而言，我可能還會再光臨。考匠們的熱浪能持續多久？這類飢餓營銷無疑助推了考匠的品牌熱度，但其本質逐漸偏離美食消費的初衷。驚人的排隊現象是一把雙刃劍，在帶來短期流量紅利的同時，也為品牌長期運營埋下壓力和隱憂。從目前的反饋來看，排隊已經影響考匠的消費體驗，也導致其口碑分化。漫長的等待時間大幅提升了消費者的心理預期，但後續的菜品和服務體驗不一定能與之匹配。社交媒體上出現了不少不值得、不會吃第二次的評價，也有消費者認為其招牌烤魚又鹹又油，不及預期。與此同時，由於排隊太過火爆，催生了黃牛產業。儘管品牌方稱採取了手段打擊，但跑腿代取號等新方式的出現，仍讓排隊體系存在漏洞。巨大的客流也給門店的取號、叫號等承載能力帶來壓力。最重要的是，考匠根本性的挑戰在於長紅的可持續性，這不用懷疑能紅個1年就不錯了。這有什麼好值得懷疑的？這個中餐館紅個一段時間的，最後就不了了之的多了去了。我已經說過了，消費者只是餓，不是傻。考匠創始人冷艷軍是電視廣告行業出身，怪不得了。你看做營銷出身的，轉做餐飲後，你看他的核心競爭力呢就是營銷。2013年，考匠麻辣烤魚在成都開出第1家店。公開資料提到，門店剛開始生意不好，在補齊了店面裝修和品牌營銷2塊短板後，情況才
出現扭轉。不論是創始人背景還是品牌發展歷史，都決定了烤架對營銷的依賴。就像网红超市一樣啊，对吧？它的核心競爭力是流量，是上热搜。你把这个不抓住，你去学它有什麼用呢？對吧？你沒有學到人家的本質，只學到人家的形式、外表，內核你是一點沒看到。網紅餐館其實一樣啊，更深層的看，烤架的排隊現象是手電經濟和網紅餐飲邏輯的集中體現。現在國家不是有手電經濟給補貼之類的嗎？所以啊，這些品牌也就鑽這樣的漏洞，這些亂象啊，實際上都是一些政策叫什麼？叫合成謬誤。它享受了城市對獨家品牌帶來的客流和關注的渴求，也與年輕人追求新鮮、熱衷打卡的消費行為相契合。當消費者的獵奇心理過去後，烤架也將面臨產品同質化、口味創新瓶頸等挑戰。如何將短期流量轉化為穩定的品牌忠誠度和復購率，是其必須解答的核心難題。我覺得這個倒不用啊，你烤架你學習網紅超市就行了。但是你要學網紅超市，那你就不能全國開店，你只能在成都或者在北京啊，就扎着這一個地方搞它3個店就完了。你要全國開店，那就完了，那你自己給自己分流啊。所以他要是全國鋪開啊，這就是他自己給自己叫掘墓。為什麼呢？如果你是靠流量來的，你就不能全國開店，因為你這個流量分布到全國啊，它這個太分散，養不活你那個店，那個店有成本的，有房租，有員工，店越多成本越大，但是流量是固定的。這個文章說啊，餐飲行業競爭激烈，網紅品牌曇花一現的案例屢見不鮮。以曾紅極一時的泰二酸菜魚為例，其通過大單品、漫畫風裝潢以及獨特店規打造的差異化體驗，一度吸引了大量顧客並引發排隊，但現在其經營熱度已顯著減退。在酸菜魚之後，不得不拓寬其他品類。2025年泰二門店總數依舊淨減135家。如果深入分析，不難發現這類網紅餐飲品牌遵循一個相似的軌跡。在初始階段，他們依靠精準營銷和流量紅利迅速崛起，但隨後普遍會遭遇流量反噬階段，即高預期與現實的落差，導致口碑滑坡。最終能否成功讓過渡到品牌沉澱階段，依靠扎實的產品體驗和運營留住顧客，決定了其是成為經典品牌的還是短暫的流星。在第三方投訴平台上，已經出現多起消費者對烤架排隊機制的問題、菜品質量問題的投訴。有消費者提到，烤架黑金醬免排隊直接用餐機制存在漏洞，嚴重影響普通用戶權益。還提到門店核對代排隊的機制非常簡陋，形同虛設。這個消費者也是吃多了撐的啊！你跟人討論這個有什麼用啊？拿腳投票就對了，對吧？你但凡跟他認真討論他的這個缺陷、漏洞，那說明你還在乎，人家目的就達到了，要的就是這個流量，要的就是你在乎。實際上像這種啊，你直接路過無視，經濟這麼寒冷，餐飲業這麼差的時候，還有人在作妖。多次案例表明，僅靠排隊營銷的繁榮難以持久，消費者最終會用腳投票，回歸到對產品、服務和性價比的本質考量上。能否長紅，這不僅是烤架的課題，也是所有熱衷追逐排隊王光環的餐飲品牌必須回答的問題啊！這就是鳳凰網財經的一篇報道，烤架們的飢餓遊戲還能玩多久？關於這個南京新聞的啊，什麼小南國現在不行了，這個咱就不介紹了，因為這個餐飲業慘，咱們是知道的，旗下很多門店突然關門，那就是搞不下去了唄。所以咱們還是說一說這個排隊現象，這個造假，因為這排隊實際上就是造假，公然造假，實際上它對餐飲行業是有害的，不光對餐飲行業有害，實際上對各行各業，只要這種人為制造的啊，所謂的網紅現象，那都是造假，只要是造假，必然要買單，這個行業要買單，這就是一粒老鼠屎啊，攪壞了一餐道。為什麼這麼說啊？關於這個排隊啊，實際上我很早就關注過，那時候還沒有移動互聯網，只是互聯網時代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啊？就是經常在這個街角啊，什麼炸雞店，什麼炸雞排，或者什麼，反正也搞不清啊，賣什麼，我記得以前賣什麼掉渣餅，還什麼老婆餅，就是賣這個玩意兒的啊，莫名其妙啊，前面排隊好幾百人呢，我開車路過的時候，我就納悶啊，我就這麼人排隊幹啥？那個隊啊，曲里拐彎的，就跟那個春運期間啊，火車站買票的隊伍一樣，有時候啊，連續1周那都有排隊，平常也有排隊。我當時就想啊，這什麼玩意那麼好吃？難道它是毒品嗎？上癮是嗎？有成癮機制？為什麼你排這麼多人隊就為了買個那個餅吃？你要知道，北京有的時候冬天的都是死冷啊，
穿着厚厚的棉襖，縮着脖子在那排队啊，夏天又死热。后来我才知道啊，大概有2种情况，一种就是很多人呢，他是职业排队的，有专门有这样的中介就安排，对吧？你这新店开业要多少人来给你排队，买完之后好像就有的是自己买走了，有的大部分都是送回去了。这个合作形式啊，这怎么合作呢？根据具体的产品、具体的东西来確定。總之你來排隊的吧，有200塊錢，這是第一個啊。第二個呢，對吧？也有人是被宣傳忽悠來的，這第一天嘛有打折，你在網上領了個什麼券，好，他跑來排隊，結果裡面還好多假的那種買來的這個來領工資的排隊的，所以摻雜在一起啊，越排人越多。那這樣的話呢，就會有那個路人呢，不明就裡的，一看，哇，這是賣什麼東西？賣烤雞，隊伍排這麼長，肯定好吃啊，所以他也無聊，反正也沒事幹，他也在那排隊。這個現象叫從眾心理啊，這個我是非常有發言權的啊。這我在以前節目說過，什麼叫從眾心理啊？我以前在街頭做推廣啊，我那個即時零售啊，現在叫即時零售，大概是2013年的時候，我創業就做這個，然後那就路邊推廣啊，推廣給人發傳單，給人介紹，沒人搭理你，好不容易逮着一個啊，說你下載一個 APP 啊，什麼有什麼好處，攔住一個人，給人死乞白賴的介紹，沒人搭理。後來我發現啊，發雞蛋，你下載一個 APP，我給你送1斤雞蛋，好嗎？這一下啊就瘋了，你知道吧？只要有2個人留下，這有一個人一聽啊雞蛋他感興趣啊，他馬上就好給我下載一個，好我就給他下載啊，這不就要時間嗎？你下載的時候，只要有一個人停下來在那問啊，那後面有個人跑上來問你這幹啥呀？我給他介紹這個啊，下載一個什麼玩意就能送雞蛋，第二個人馬上就排上了，他說我也給我來一個，好，就這樣呢，人越擠越多，這叫從眾啊，好多人圍上，越圍越多，最後警察都跑來了。你說下載一個 APP 給他5塊錢，人家不知道幹啥的，還是雞蛋管用，你換成雞蛋，其實雞蛋才4塊多錢1斤啊，當時啊雞蛋是4塊多錢1斤，你換成雞蛋之後，他們就感興趣了。完了，只要有一個人感興趣，後面好多人啊，有好多老頭老太太跑來裝完之後，說我回家啊，把我兒子的手機再拿過來再裝上，你還得給我1斤雞蛋。回去之後拿2個手機過來，那個隊伍越排越長，這就是從眾心理啊。後來的吧，就是奶茶店開始火的時候，全國各地開一家奶茶店就必然要排隊，套路大概就是這樣吧。那有人專門從事這個事情，專門幫人排隊，幫人起哄，越起哄人越多，人越多就會迎來更多的圍觀的人，大家就伸着腦袋往裡看，對吧？這是個現象。那這個開店的為什麼這麼幹呢？實際上有幾個原因啊。一是當然營銷了，把這個店宣傳搞出名，當地的老頭老太太、當地的顧客都來看了，都知道啊，這兒有個這樣的店。第二個什麼呢？第二主要是騙人，騙加盟的。但很多店是加盟啊，他為了花錢，對吧？因為這個營銷是花錢的，流量都是要花錢，搞來之後主要讓他的潛在的加盟商來看，你看這個店多火，我這才開1個月，對吧？這店隊伍已經排了300多米了，這生意能差得了嗎？所以你這加盟費40萬冤嗎？貴嗎？你什麼都不用幹，你就掏40萬就行了，店我幫你開，店址我幫你選，東西我幫你做，我再派2個助手幫你扶上馬送一程，你就掏40萬加盟費，你就當老闆踏踏實實坐那數錢就行了。你看看這生意，所以很多人一看就動心啊，生意這麼火，那必須加盟，所以40萬老老實實交上，或者50萬，這就是套路啊。我為什麼說這個造假它對行業的危害最大？它就是弊端啊。現在本來餐飲行業就不賺錢，壓力就大，結果這叫惡性競爭。因為你這個店要開的話，你不請人幫你營銷，對吧？你首先這個社交媒體上面短視頻平台你要花錢，要引流，這要掏錢啊，不管你怎麼整，費用出去了，然後線下還得引流，你不引流那別人引流，你不造假那別人造假。你想啊，這樣的店他這麼一開，對周邊的那餐飲的衝擊有多大？有好多人本來去別的店吃了，對吧？一看這邊排隊這麼多人排隊，那肯定好吃啊，反正他也無聊，他也往那排，所以你就會發現啊，你在商場裡面你留心一點，發現就是那個隊伍門口隊伍排得長的啊，那旁邊的店都不行，這叫虹吸效應呢，把人都吸走了。有的人排了半小時，他就越排他越不願意放棄那個先前的成本，對吧？他前面已經排了1小時了，他不在乎說再多排半小時1小時的，這時候走啊有點可惜了，就前功盡棄。那好，所有的開店的都得這麼幹，你尤其第一個店要請人營銷，給人錢，完了自己搞流量要給錢，各種啊，你店實際沒花多少錢，你這在這方面營銷這塊20萬50萬出去了，問題是搞來流量之後你接不住啊，你跟網紅超市不一樣，網紅超市它已經形成了一個生態，流量搞得越大它越接得住，因為地方
方政府、供應商、員工加上这個對吧，網上對它已經形成了一個正向的機制，所以它越宣傳啊，它越在流量上面花錢，它越能賺得回來。因為大量的人至少現在還可以對吧，坐着飛機啊，打着高鐵跑到那地方去買東西，把那地方當成一個景點，對吧？是一個朝聖的基地。你只要去了，人家就能賺到錢，因為你多少在那買東西。但是你這個烤醬就不行，你中餐館就不行，因為它這個店越來越多，管理水平有限，每個店的標準不一樣，那消費者的口碑啊就很難滿足，對吧？你服務水準不一樣，再加上吃這玩意它不是個標準品的。你看國家搞預制菜標準的，搞得現在你先鹹它先淡，叫众口難調。它跟那個超市還不一樣，超市東西是標準的，所以說這個就導致你流量越大，問題越多，問題越多，最後就只能是火一陣子，慢慢的它就不行了，它就造成一個惡性循環，就是你開店你不營銷不行，所以你要花錢營銷，花錢營銷搞了流量之後你又接不住，因為這就是本質矛盾啊，它接不了，那有個半年一年它就黃了，賠一大筆錢，對吧？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，這對餐飲業打擊是非常大啊！你開店你不營銷沒人，所以說啊，營銷現在最多的主要是短視頻平台啊，社交媒體，這些社交媒體啊，以前沒有的時候人家餐廳也好得很，現在有了社交媒體之後，這些餐廳並沒有啊說有額外的這個營業收入增加，即使增加也是短期的，但是它的成本支出卻平白無故多了一塊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關注過啊？你們本地，因為我經常刷短視頻的時候就會刷到本地的那些餐館做活動啊，什麼團購，什麼這個購那個購啊，什麼138一大桌多少個菜，不說他賠錢吧啊，總之他那個參加活動的這個東西他肯定是不賺錢，他就是搞流量。據我觀察啊，參加活動的這些店實際上都不咋地，但是你要不參加活動你又沒流量，因為都是叫存量競爭啊，周邊就那麼些餐館，人家搞你不搞那行，僅有的一些客戶跑到那一家去了，所以你被逼也得搞。所以說啊，這筆營銷成本是誰給你加上的？本來是可以沒有的，對不對？以前沒有這個成本，現在被迫每個店啊都得搞，多多少少也要搞一下，所以這對整個餐飲行業就叫雪上加霜，麻繩專挑細處斷，平白無故多了一筆營銷費用。我到附近的餐廳去吃飯啊，因為我很少去在這個平台上去下載什麼優惠券，什麼這個訂套餐沒有，但是我一去之後，那服務員說，我們這兒有個套餐，我說什麼套餐？他說你打開這個什麼什麼什麼 APP 啊，打開什麼這個社交媒體，在上面下單就行了。你在飯店點的話是300多啊，你一下單180或者150，平台不賺錢嗎？所以說啊，這個餐館啊，實際上某種程度上給平台在打工，養活了平台。所以說啊，這種飢餓營銷這種做法啊，實際上給整個餐飲行業平白無故又多加了一筆成本，你不捲別人捲。所以我們進一步想啊，像這種難道光餐飲行業有嗎？新能源汽車行業也一樣，大家想一想，是不是這個道理啊？有很多成本是平白无故加上去的，你不加別人加，這就是叫內捲，惡性競爭。比如說吧，所謂的這種公關，哪個新能源汽車廠家不養一些黑，對吧？水軍，養了水軍之後，不僅要吹自己，還要黑別人，黑同行，他不就是幹這個嗎？然後他怎麼給錢呢？錢不是直接給的吧？是通過曲里拐彎的模式，對吧？比如給他投廣告，總之這個，對吧？是一個利益鏈條，豢養水軍，這個也叫營銷，也叫互聯網營銷。然後每一個新能源汽車廠商都覺得自己無辜，都覺得自己被友商啊天天黑，他不知道是自己養的，自己養了一大批水軍，完了之後他的水軍到處黑別人，那別人的水軍當然也黑你啊，然後自己誰被黑的慘，誰就在那叫屈啊，說我被別人黑了，上央視到處說我把自己裝得很無辜，這叫行業亂象，對吧？這一旦有人第一個搞起來之後，別人都要學，是不是這筆費用是不是白白的加到這個新能源汽車身上的？我在想啊，美西方、日本、韓國他們有这個現象嗎？日本的豐田他會養水軍，對吧？吹自己，然後攻擊本田嗎？或者攻擊什麼日產？我不太清楚啊。但是咱們這個汽車產業裡面，尤其是新能源汽車，對吧？那個國內的合資企業，你也很少看見他們互相攻擊吧？互相說對方不好，少的吧？国產的油車也很少互相攻擊，偏偏是新能源汽車，大家有沒有發現啊？實際上它染的就是互聯網的惡習，這從誰身上搞起來的？菊花和粗糧，他們一搞起來之後，別人被迫啊也得上，不上那就等着別人摸黑你是嗎？你還得自吹自擂啊！所以他就請了好多什麼車評人，車評人就是靠這吃飯呢，就是打手啊，吹鼓手加打手。很多新能源汽車厂商那個營銷費用，對吧？這公關費用
那海了去了。當然它是一套啊，你既然有公關有營銷，你就有法務部，哎，是不是道理啊？法務部就是根棍子嘛，就也是出去打別人的，誰要说我不好，我就揍他告他。那這個成本最終他是不是吞噬企業的利潤？是不是對整個行業本來是這筆錢不需要的，偏偏給加上去了？所以說啊，這個弄虛作假這種營銷啊，要不得。當然了，不光是餐飲和新能源汽車啊，其他行業也有這個現象，像個毒瘤一樣啊，到哪個行業就跟哪個行業增加成本，加劇那個行業的內卷競爭，最後是一地雞毛，誰也好不了。最終是平台賺錢了，平台賺的是盆滿缽滿。不要看平台啊，今天封這個，明天封那個，實際上他是最樂意幹這事的。最後還說一下西貝，对吧？那西貝每年花多少錢放在營銷上面？甲骨龍說我不懂公關，不懂公關，那你在這上面也花不少錢，但是這個錢並沒有說變成這個菜的質量，讓消費者吃下去了，对吧？它純粹是平白无故的消耗。多少行業有這種現象？好，這期節目啊，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